日是这个各行各业的开工日，这个9天的年假结束，有真侪民众赶伫今仔日到邮局，甲过年的钱甲欠起来。早起9点，邮局开门进前，这个门口就挤真侪排队的人潮。换钱哈，哦，换零钱哈，就是做生意，你做啥物生意哈？为着要来防疫，银行除了严格来落实到实联制挂喙暗之外，有的银行阁来规定，这个室内共一个时间只会当入来12个人，其他民众都要伫个外口来排队等待。邮局讲，今仔日的开工日，人潮比平常时啊加出着5成。上界热门的业务就是来开户头，可见这个头一天来开工，生意上好、上赚钱的就是金融业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